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王小 K。上个礼拜，印度屏东女部来关心粮餐匮乏案，地多动态嘅讨论到非常。两礼拜，印度还会持续来关心到女部大粮餐提起，了解到农田系共同嘅议题。乡亲朋友看到我后背了解样片哦，对了解议题嘅所在，系到屏东女部嘅粮摊、老粮餐村哦，大家看到其实还系动环境嘅农业绿带哦。到粮餐做得讲系出河水嘅蔬菜当出名，还看呢具有丰富嘅地下水资源，当地嘅农民又非常爱打拼，所以生产的当丰富又高经济价值嘅热带果子，做得讲系台湾重要嘅粮食基地之一。还看大家详细看哦，到了地动环境嘅基地，就了解开发商也就会塑胶加工品厂商，佢都所跳脱咗，还看也已经投资买下来嘅基地，南排共同对去到了达无，乡亲朋友看到。了基地嘅选挑都系通度嘅各种嘅天球，还有也有带来众多嘅义务。虽然用相对来讲系含敏感嘅环境所在，系讲真紧对气共从了后所产生嘅空气污染，还有排水嘅污染，系咪会对了片嘅生产环境产生破坏哦？当然，了就系当地居民佢都最唔了解匮乏问嘅地动性，还有系讲造成污染而影响嘅山咯。村民大会呢，礼拜还会持续咧亲密讨论来谈乡亲朋友嘅意见。节目呢也要强调屏东县政府嘅发言人，还有学者，还有专家，当然也有开发商代表基调嘅村民，对要强大家共同关心了解东南台湾两部嘅最受到大家争议嘅土地匮乏之争。开会了！这系4月22日新竹企业和粮产当天期盼宽平县说明会嘅情况。除了民众接连发通中心会场，场外也有持救会人员好少居民网易去听说明会。因为之前嘅都市计划变革说明会，就有9,000居民没收到通知书，建议改革开发案系无偿作业。感觉係跟政商談黑箱作業啦，因為俺根本都唔知呢件事情啦。俺工種當救嘅人，俺有數錢上下拖俺嘅農田去跟農舍落帶，嗰種嘅規矩仲係當多嘛，根本冇法度過啊！俺哋到農田做嘛是來做嗰種嘅工廠呢，所以咧本來當疑問嘅問題啦。今天台湾的都市计划要怎么转变的话，公共参与是最重要的啦。蔡培慧係關於有名嘅農村運動學者，專長社會發展、社會運動、農民研究同社區發展領導。雖然一下兼做呢位，佢係當關心呢擺嘅糧產開發案。蔡培慧認為，一下台灣嘅環保意識已經越來越提升，任何嘅土地開發案，社區參與。拢係算唔得少嘅一部分。公共參與，它其實就是牽涉到，比如說區域計劃、農地變工業區，或者是都市計劃的擴張，這個應該都牽涉到程序正義。也就是說呢，在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一定要讓居民知道，然後不管是他是贊成或反對的意見，都可以有表達的機會。交通係社區發展嘅要素之一，而家14公頃嘅開發案。以是縣政府、開發商同社區居民向下前彼此弄實地接觸嘅方式來進行溝通同交換意見，尋到實地解決嘅方法。希望社會行向三處嘅情況，因為各方唔願意看到嘅。看到呢個兩餐飲，他們提出了一個所謂護土保水安用嘅訴求，哈，都希望農地做啲農用。看到要用時間發展，其實在去年年底，在進行這個計劃評估的公展說明會上的時候，當時就召開了一個說明會嘛，哈，剛剛我們的大哥就提到。村民反映90%都不知道。再來看到今年的4月20號就進行了環評前的說明會，這是依照法定程序廠商要召開的。當時我們看到影片哈，好多的村民都去那邊拉白布條抗議。到5月21號的時候，村民大會還辦了一場自辦說明會，那是一個下着大雨的冷冷的夜晚哈，聚集了300個村民，他
大龙泉9个庄迎来了12尊的神明共同结盟，这是过去地方村民依照过去的传统习俗，是希望这样透过这样这种精神结盟的力量，难道说对于鲑鱼返乡、台湾回流资金要动用到这样抵御外侮这样子的规模吗？到底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落差？再来看到5月28号的时候，在这个全国社大研讨会自救会用理性和平来表达诉求，当时我们的曹县长、当时我们的环保局的鲁局长，还有我们立法委员蔡立伟都有到现场关心。到5月30号的时候呢，自救会也发起网络联署，这样一连串的2个月下来，这样子的一个公民运动的连结，差不多可以集结了高屏的反对势力。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不是工厂，反对的是工厂设置在农业用地哈。真的，刚刚用亲朋友组又拱懂那么多的问题，洪老师，我可以先请教吗？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一个厂商他要做工业的许可或开发，首先他会去做计划性的可行性评估，然后会做环境影响评估，然后进入县政府的审查程序，甚至到内政部。所以我们看得到一个开发的许可或者成与败之间，环评书是相当重要的关键。不过，依现在台湾的现有的制度来进行产出的这个环评书，好像是厂商花钱请顾问公司来帮他们做环评书。这样子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在都是从开发商的角度去谈？我们纵使不说有没有避重就轻，但是会不会是他的考虑不够通盘、不够全面？那以这样的基础生产出来的环评书，再送到县政府去做审核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基础、这个输送带上环评书够完整，顾虑到每一个士农工商或整个大环境的联动的关系吗？小琪提到这个环评的先天的缺失啊，这已经是台湾之所以环评90%以上通通都通过的一个先决条件。都会通过，只是送到县政府对就会过。那我们从屏东有环评史以来，屏东地方的环评史到目前没有一个案子是被环评委员挡下来的，全部都过关。所以我很担心说，县府现在说。本案将来会严格交由环评委员把关。是，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那么多的参与的环评史，曾经让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今天不会讲这样的话。我要跟乡亲报告，就是说优活案4个月就处理完重大争议的1级生态敏感区的案过关。火葬场盖在高屏溪一样哦，屏东县政府还成为开发单位。刚刚小琪提到了。环评书是由开发单位花钱请顾问公司来帮他，我们称之为叫专业犯罪者，因为他是有专业，可是却为出钱的人把关。在火葬场案，屏东县政府作为开发单位，一样很蛮憨的就让他过关的。前2个月、3个月前刚过关的6块厝产业园区变更案也是一样。屏东县政府又是作为开发单位，又花钱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哦，然后呢，请顾问公司来帮他把关，然后呢，一样，我刚刚专业的犯罪就来了，他们又提出污水零排放，所以零排放以后，就环评委员就说好了，人家都没有零排放了，就没有重大环境影响之余，就让他过关了。所以乡亲们。我在参与环评审查，大概用民间的这个角度，已经有10-20年了哈。我对屏东县政府的环评审查是超级没有信心，偏偏潘县长现在又要把这个重大的开发案放到环评会去，其实我是觉得相当没有信心。我们觉得他在都市计划就错了，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哦，都计法27条第1项第一项第3款。为了这个是不是国防或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的内政部还专函解释好几次呢。各位，我念这个案子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屏东县政府是以都计27条第1项第3款让它讯行变更的嘛。那它的原条文有争议，对不对？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汽车地电会是国防工业嘛？那到底跟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的修正函释说都计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所称为适应国防或经济发展之需要，系只配合为配合国防或经济发展所必须之紧急重大措施哦。我不知道做地电是不是什么紧急重大措施呢？所以老师还是认为在这个正当性上还是有很大的落差，这正当性就完全不足了，在必要性也不合，是，然后在
所以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送环评嘛。是，先谢谢洪老师。事实上，我们去采访嵊州厂商的总经理，他们也在跟乡亲挂保证啊。他说，他们现在这个细部计划还不是真正细部，真正送到环评的时候，他们会再有更多的修正，做得更细致，然后做的呢，把所有乡亲的疑虑再做回复说明。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现在的环评现实，我请教周克任老师，就是说，现在厂商也说了嘛，现在他们送的这个细部计划还不是最细部的，我当然还会后续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的环评书是仰赖后续再把它做得更好，而不是一开始就很全面完整的做好。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固然存在，这是刚刚老师讲先天性的。还有一个我们发现到说，现在的环评制度，除非是进入2阶有重大疑虑要讨论的时候，才会有公民参与的意见进来。可是现在在所谓的1阶这里就目前来讲要走环评程序，是没有公民意见的声音，也不被法令所认为要许可的。所以你觉得这也会是在送入县政府之后，你们很大的一个忧虑吗？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环评制度出了一个大问题？环评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政府呢有能力，跟厂商也会自律，把它做出来这个结论他可以做好把关跟自律的工作。是，刚黄发言一再强调。各位相不相信？一个厂商在探钱能多自律？全台湾吹无啦，很少啦。好，对，也没有，他也没有嘛。我们看到第一个，没有实证案例告诉我们有一个厂商很自律，而且成为全国典范，还叫大家都要说我们要遵守我们自己写的环评的这个最后的通过书。第二个，政府说他要严格把关，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屏东县能把关工业区的环境剩什么单位？环保局，对不对？环保局好，我们先不讲空气污染，我们讲水污染的这一块，它只有3个人在负责工业区的污水的每个月例行1次的检查。每个月例行1次检查，只检查哪里？只检查3大工业区：屏东、屏南，还有这个内埔。好，这3大工业区。所以说县府的监管人力做不来吗？对，那其他在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工业区，什么时候会去查？民众有举发才会去查，这是我问他们回答我的。那我们现在嵊州申请这叫什么工业区？这个叫都市计划里面的工业区，代表未来环保局要严格把关，什么时候把关？等你有检举才把关呐。所以开玩笑，这怎么会有主动把关精神？所以万一环评说有条件通过，并政府会严格把关。那我们要来仔细来算数字。屏东县现在有多少个稽查员？23个编列，只有18个在动，另外5个都被派去做文书工作。18个要去面对我们33个乡镇的水污、空气污染、噪音。你任何人来当一个主管看看，请教我，黄花莲你也教我，怎么来安排这18个人的轮班制，可以替我们屏东守护这些污染的方法？我老实说，我不会耶。好，谢谢周先生。整理2个问题，请教我们的黄发言人。第一个问题要请教黄发言人的是说，针对这个环评程序，县政府一再表态说会严格加以把关。那到底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再说明，让乡亲朋友产生信任感？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县政府作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将来这个工业用地，将来主管是你们，但是现在县政府的这样监管能力够吗？是不是诚如周大哥讲的，这种人力天先上的限制，先天上的限制，对将来这个案子在管理上也会产生极大的像烫手山芋一样那么辛苦？请做回应。我想第一个有条件通过这5个字，县政府没有人说过这句话。我不晓得刚刚有条件通过的时候是怎么样生出来这句话。它是假设。所以有条件通过的时候，好像讲嵊州这个案子，现在你要澄清的不是这样的。是吗？所以没有所谓有条件通过这件事情嘛，没有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这第一件事情，我想没有。是我想跟大家解释啦没有，我跟你说，县政府没有人讲过这个，也没有这样子的方式。什么叫有条件通过嘛？我们现在还没有让它通过，更没有所谓什么有条件通不通过这件事情嘛。是我们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刚刚那个洪理事长讲说，现在的环评制度的时候，他没有信心。坦白说，现在环评制度的话，他可以讨论，也可以修改。但他还没有修改前的时候，他的制度就在这边嘛。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制度的话，洪理事长可以跟他的好朋友詹顺贵，现在的卫生署副署长，还有他的好朋友现在的立委蔡培慧委员的时候，可以共同来修正现在的环评制度。屏东县府愿意的跟各位来讨论这样子的环评的制度。
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我们也这个制度的话，好或不好，我觉得是可以讨论。但它目前是现在的制度，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在制度还没有改变之前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个制度就在那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修这个法令的时候，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所谓屏东县政府自提环评而言的时候。刚刚老师有说一个6块厝的案子，6块厝的案子的时候，的确是屏东县政府自提环评案，前后总共做了6次的环评，也就是说被退了5次过去。如果县政府可以把持、可以掌握环评的时候，这就变得回归啊！我上面等到6摆，为什么要等到6次呢？所以，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制度好或不好等等的话，可以讨论。它目前的委员会的组成或者它的程序等等的话，依现行制度的话，我们希望环保署或者立法委员会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各位提一件事情，请给我多一点时间哈。依现行制度而言的时候，圣州它有申请的权利，因为它是私人企业的私人土地。这就如同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年满20岁，我在某一个选区居住了一段时间以上，我就有参选公职的权利，我有参选的资格。任何人不能，我只要没有被褫夺公权，我就有参选的资格。但我能不能选上，必须要经过检验。我能不能选上，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能够剥夺人家参选的资格。一样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在现有程序里面的时候，私人企业的私人土地里面的时候，如果这14公顷里面有任何一块是县政府的土地的时候，目前为止的时候，县政府当然可以对他的土地做一些主张，但他必须有申请的权益。他申请的权益的话，他就有现在制度上面。纵使现在制度不完整、不完美，它的制度还在。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制度而言，而不要用人治。不能够因为任何人对任何一个企业，他在法令上面的好恶的时候，他就可以规定说你可以或不可以。您前半段讲的依法行政，我想大家包括我在内，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听懂了。那后半段对于乡亲、对整个地方政府在我们屏东县的地方整体发展、通盘布局来讲，你们的态度可以先做个说明吗？我们一样是希望，就目前为止的时候，任何厂商来开发的时候，希望他一定要赶快去工业区里面的土地，这些闲置土地。所以县政府的时候，第一个方法的时候，根本解决，赶快已经委请了立法委员，赶快去修产创条例，让他2年之内如果没有的话，县政府或者公部门不是县政府，可以必须有法源依据强制的购回，这样子土地所有权就可能是公部门，甚至于是县政府的，我们就可以用一样的优惠的方式等等方式的时候，让厂商可以进入到这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的话，就目前把持的这一些企业的时候，在修法还没过之前的时候，科予他税，让他的税负成本高于他把持圈地的成本，逼着他把目前闲置的工业区给释出来，以利这些厂商进来的时候，可以在如各位所说，工业区就应该来工业用地里面的时候，县政府的态度是跟各位一样的。谢谢你，黄发言人。我们回归到今天一个讨论的一个重心，大家一直在关切的啦，哈，就是说这一块关系着我们龙泉地区，甚至是整个屏东作为粮仓的这样一个生产的基地上，将来它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透过现在既定的合法程序会怎么走？大家都跟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我们一起努力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的了解也很多人支持，因为支持的声音总是沉默的，在社会上是这样子，因为他不愿意来做这些这个表达。我前后跑的龙泉差不多100趟，我都很愿意跟反对的人士我们跟他做一个室内的简介，让他很清楚，去除这些对环保议题特别关心的人、特别反对的人，我更愿意接触，但是他不愿意不愿意给我这个沟通的机会那一般的百姓，我亲自一般的老百姓，他不是环保人士他反对我亲自拿了我的产线说明书去跟他沟通，他都能理解，因为是理性嘛，是理性的对话，绝对大家听得进去。我还是要重申，我依据产创条例，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做申请？反对人士要我说这条路我不能走，那一条路也不能走，没有道理现在是一个自由社会，大家要理性沟通的。大家如果为反对而反对，那台湾社会怎么这个能够有一个
静下心来这个思考，对不对？大家一窝蜂反对，跟政府对抗，跟法令来对抗，也不能这样子。声音大就代表全部的声音，也不是这样子。我了解地方生态，因为我是来自于隔壁乡镇，我也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内部，朋友的朋友也都在啊。但政府呢，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叫做严条类把关，要严格把关啦然后从上基本某类都现从经进动大松。不过，针对我们去采访厂商说跟地方居民这样子针对开发内容的一再沟通，他们是绝对有诚意、有信心的。钟会长，我想请教一下，针对盛州总经理讲到，其实跟地方的居民他不怕沟通，不怕面对，愿意一讲再讲。地方上的村民现在的一些氛围，还有在沟通上这个密集度，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那在这边呢，我觉得盛州今天没有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盛州如果那么愿意来跟我们沟通，为什么我们很期盼他来，他今天不来？所以他虽然说他来了100次，想要见我们，到底他是见了哪些人？那我希望呢，县政府能够说到做到他真的是严格把关。我们在开放还有没有其他乡亲要再补充的？我就先还没有给讲过话的先生，这位。那我想陈述的就是说，黄花人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法行政我非常同意这件事那什么叫依法依什么法我们举了我们看2个事件第一个事件这个那个都更的部分都更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有2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在敏感度的一个分析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水源水质保护区或取水口一定距离。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灌溉排这个开发案可能必须要没有对这附近的一个灌排的一个影响那县府的一个答复在它的一个都更变化书里面的后半段的一个县府的一个答复包含环保局，包含农业局是直接的答复 ，OK 没问题他们是合格通过。对，所以县府刚刚所答复的他们会严格把关你觉得没有做到严格把关？就是这样的把关的方式。那我们就非常非常好奇了，未来的环评也能这样把关吗？是。好，我们再开放一位，再开放一位先举手那位刘先生。我们龙泉的这个案子已经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了。好，要不然我不会远从美浓跑来关注这个。从高雄跑到屏东。那也因为它已经是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不管是地方县政府，或者是中央乃至总统府，要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你到底要这一件案子是成为执政的警钟，还是执政的典范？我们如果表现出一个执政者的典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我们地方对于乡土的保育，对于农地农用的这个坚持，那我想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典范。相反的，那就可能会成为执政的警钟。那刚刚发言人也强调，县政府会依法行政，法有很多法，所以我建议，其实我们县政府可以做一件依法行政的事情，尽速把我们大龙泉地区这种补助地下水的重要功能，依据它的地下水补助的功能，列为水质水源保护区。那我们这个农地可以永久的为后世所用。谢谢。很多的依法行政是不是重要都要赶快来做一下所以倘多抬价一点地方上村民的意见跟声音怎么样送入到环评的程序里面，这个意见也会被听到。周先生其实在节目录影之前，跟我们的县长潘孟安潘县长也有实际面对面讨论针对这样一个高度争议性的开发案在地方上发酵。已经不只是屏东，连高雄、高屏都相当关心。真的这样，是不是在这样的所谓严格把关的环评程序里，地方公民参与的那种程度要拉高，他们的意见也真正可以参与到这个整个审议案里面，让这个考虑是更周全的。这部分能不能最新的状况能跟我们说明一下？也一并请黄发言人这边做个互动回应。现在公民参与在投什么？政府如果要推这个政策，不管你是要由下而上，还是你政府要抛一个政策来跟地方沟通，首先要先建立一个叫政府
可不可以让人民信任你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信任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那信任下面就有很多的方法要去操作，包括要做田野调查，要不要沟通协商等等。做完之后，最后才都拢在一起去谈说明会。也就 EI 如果说明会要把它都拢，前方是要有这些的信任布局，最后才能走向第二关卡，叫做共识。有共识之后，才能签约变承诺。欧美的公民参与是在走这3项流程呢。所以，但是周大哥，你觉得跟现在台湾的现行法规的框架，它不会相互抵触违背，还是可以这么做的，是吗？可以啊，可是我们现在的机制里面没有去设计这个流程的话，到时候会变庙会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公民参与。政府可不可以博得人民在信任你，是可以被委托的，是可以积极帮我们捍卫的，是不是可以坚持捍卫屏东土地的人？我记得以前潘县长选举，他文宣我有一次也帮他设计过，捍卫大地，捍卫屏东的土地。那个捍卫2个字就是要积极主动，不是坐在那边说我依法行政。您的意见听到了。发言人周科仁先生的肺腑之言其实对地方政府有很高的期许，呼应这样的期许，请你做。没关系，待会都有机会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发言人。县政府不是坐在那边喊依法行政，我们现在的时候我没有坐在那边，我一样是来这边跟大家说，所以不是用这种形容词的方式。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完全的赞成修改现在的环评的制度。现在制度如同刚刚周老师所说的，你自称你的好朋友蔡培慧委员，他现在立法委员，赶快修改现在的环评制度，最好是这个。环评里面的时候，现在脸书很流行，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它写进去，可以现场直播。我觉得这样子最公开透明。现在就可以的。您自称蔡培慧委员的时候，我们非常赞成，我们认同这件事情啊。再来，所谓的6轻的部分的话，我必须要说明，当6轻当初在屏东县他们想要来的时候，6轻这个公司在屏东县有没有1分1毫的土地？没有。但是嵊州现在的时候，我必须要说，这制度的重要，他们是私人企业的私人土地，这是制度，它有申请的权益。这制度的重要性，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今天住在蔡英文家的旁边，我有一块建地，这块建地的时候，我符合所有的建筑法规前提之下的时候，我符合所有现行法规，我要盖1楼还是盖2楼，我的墙壁要漆红色还是漆黄色，蔡英文也管不着我，因为我符合现在现行的法规。如果假设蔡英文很讨厌我，但我在他家就有这一块建地，我要盖什么样的房子的时候，蔡英文也不能够赶我走。这就是台湾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一再说这是制度上面的重要性。制度目前存在好与否可以讨论，可以修改。如果修改完制度之后，让它可以更好之后，县政府绝对会按照这个制度走。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制度修得更好。谢谢。到底要坚持农地农用这样的国家政策，在所谓归于返乡这样子一个台商回流资金，如果说工业区的土地没办法好好活化利用媒合，而要从低成本来建筑，这样新一波的土地在进驻，然后在开发、在挤压的过程，会不会是我们现在当下值得警醒？将来我们珍贵可用的可耕地，将来会在工业发展的旗帜底下一寸一寸的消失。这是今天我们村民大会在龙泉开发案里面看到一个更远的面向，就是到底这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转折点？大家做在共下来讨论。当然，宋凤两篇都提出了某共荣的捆翻，还都7个主要的专责单位、专责业务来做充分的说明义务你也有咧呼吁探讨，就係講了解到屏東地區那個工業區運用嘅好好的發展，到底農業用跟工業用所謂的均衡發展，士農工商不能在屏東縣的這一塊地方共同成長茁壯，到底幾個方法、讓策略都得用得實現，這就是我們下一個主題要再更聚焦討論，也希望更有積極性的。你現在透過下半個時間鋪展個繼續討論。草農搞搞，垃圾萬年攏係，廠房因為停業，最近廢撇咧。為場我買店內賣嘅廣告，呢片咧屏東內部工業區，運作嘅長期附近，都潛得到閒置嘅土地。來到放了解屏南工業區，呢邊嘅情況也差唔多，攏是得看到閒置嘅土地。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嘅調查，全國閒置工業區土地有800萬公頃，屏東縣境內就佔了244公頃，排名第2。呢日本量產地區嘅機密爭議，新州怎麼解唔記得到閒置土地開發，偏偏愛到今年嘅加嚴賦權。
他舍工业用地而来这个地方，他应该不是不知道。而我认为他这个第一方面，他取得比较便宜的用地。你有闲置工业区，你本来就应该优先。那如果你觉得闲置工业区的土地太涨，你们是不是应该去做协调？比如说政府应该给闲置的抽适当的税，让他们不闲置，要赶快把它租出去。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配套措施来调节啊，而不是只是说好这块地你不用，我就再去给你再去找一块农地来开发。放弃工业区开发农地市场，因为新旧嘅案，本关心土地正义嘅人士也建议。政府嘅政策落實同開發業者嘅用意到底係乜嘢？有一些工廠或者是有一些開發商，他們對工業地的想象，或者是為什麼要去農地來開發，他們想象的是土地的炒作，也就是虛業的，就是把土地炒作盤算在他的這個設廠的思維裡頭。我覺得這是非常誇張的啦。這個不單是個案，而是認為是一個全面性。很根本的問題，因為根本的土地問題沒有解決的話，這種事情會一直層出不窮。因為以後很多台商也陸續會回來，會回流。政府鼓勵台商回流，相關嘅配套同後續嘅輔導也應該做到，將日本國家投資環境完善。希望台商慢心期待將台灣投資，才遇到有困難嘅情況。安尼嘅風險，唔係每個企業都願意體諒解。最新的统计哈，现在台商西进的意愿连三降哈，这是准备在内埔龙泉设厂的盛州哈，也是因为在大陆的他想要把大陆在昆山的生产主力的基地移回到台湾，就没想到西进多年闯荡五湖四海，没想到回到家乡碰壁踢了块铁板哈。这种台商回流的这样的现象，会在屏东内埔是第一案吗？前一阵子我们村民台回到苗栗嘅太平党，也还有轮胎公司强用到太平党类十重，从安用改你的刚刚我们影片讲的，这样的不会是个案，会一而再再三的发生。其实看到过去这样子一个各种的投资条件来看哈，现在大陆因为经济政策的转轨，还有它开始环保趋严，还有很多所谓的三缺三涨哈，对台商不再欢迎。那在台湾现在目前产业中控的情况之下，我们政府也一再大力的欢迎台商回流，所以这种一吸一拉的这种动力之间，所以今天在内埔发生的这样子用农业的土地来做工业的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土地的开发模式，会不会开始变成复制越来越多？这是我们今天关心的一个议题哈。那问题我先请教一下洪老师。这个不单会是屏东野火燎原，它会是全国性的这个溃散。刚刚美容的好朋友笑声提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因为其实彰化、台中、云林、屏东其实都面临同样的危害，所以突然间全国在串联。自救会其实你看都是退休的人家，可是没一个礼拜，竟然获得了好几千位来自全国的同胞，这样子物资的都打电话来说有没有缺人、缺钱，那种力量是全国同胞最让人感动。我们说爱台湾哈，其实就是这种行动才是让人家觉得台湾还有一股这个清流，还有一股源自于本命于土地、本命于爱乡、本命于护土、爱水这样的一个清流。这个才是台湾可爱的地方嘛，所以它不单是会全国屏东而已哦。那我们还要问一下盛州，说它是一个产业创新条例下的一个重要的鲑鱼啊。可是2013年8月10号，它被昆山市的环保局开罚环境污染，就是刚刚小琪提到的，对岸不断的严格提升，然后在说明会的时候，他的回应我们的问题，他竟然说。这是谁说的？没有负责不具名的，他不回答。那他应该要去具名请问一下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官网公告？名字、汽车公司都一样。好，所以根据产创条例的第10条跟第70条，我们产创条例并不鼓励这些高污染的环境的污染、劳工的事件、食安的污染的厂商回到台湾哦。第10条跟第70条都说。如果因为它有重大的环境、公安跟劳工问题所领取的补助，都还要追回，那屏东县政府怎么可以说都不清楚他的过往吗？而且他在公开说明会也都回避这个问题，
所以你想想看，他要把一个美丽的环评书写得清清楚楚，然后漂漂亮亮，让有权利的人站在他那一边。可是呢，这一句依法这个行政呢，我们很担忧的是，如果它背后有很多的利益的输送，那么所谓的依法行政的目的是要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结果这个钟摆的摆荡的位置可能就偏掉了。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行政权会让人家这么困惑。明明可以用农业处的这个条例，依照法律就驳斥。刚刚这个发言人提到说，他有合法的建地，他要漆什么颜色，真的小英总统管不着。可是这个案子它是农地耶，农地要怎么用？他要去申请特许哦，这个特许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只要是都更、都市计划的变更，都是很多利益输送的所在。蔡培慧在里面也提到啦，只要所有的圈地到最后都是图利到特定的少数人。为什么143公顷的土地没有要释出？因为它的成本高嘛。盛州自己的公开说明会也说啊，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农地便宜嘛，然后他要去买其他的地方却都太贵了嘛，所以他成本考虑就要来变更这个原本就是应该农地农用，可是他依赖的就是有权利的人士嘛。现在要走的就是特许啊，是开后门条款啊。你依法行政，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农业的审查条例，按照很多都更的条例给予驳回。是 ，sorry， 你应该回工业区。是。洪老师的论坛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哈，其实回到问题的源头，应该要更关注的就是在这个闲置工业区的活化哈，现在是相当迫在眉睫，应该要好好调理、省思跟使用的哈。我们看到这张图就可以知道，其实屏东县现在会被列为全台排名第二名的作为亚军哦，这工业区闲置量是最多的一个县市哈。如果说在所谓归于返乡赢回来的这一条是一条体质好的好鱼，真正在这永续发展的可能上，要好好的先认识它的体质，从而规范它的生产规模跟生产内容，然后再让他们回归到适当的土地，在适合的地方去做开发跟发展。这些地方现在剩下这么多，本来应做工业使用而没做工业使用。周先生，你的观察了解，目前像这样的工业区，它空出来了，但是它空出来却没有办法被好好利用。你认为关键在哪里？黄发言其实提到，他也乐见中央修法能够做更适度的活化利用，因为在地方也是乐见其成。突破这样问题的盲点，你有什么问题？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县政府的呢？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业区里面哈，只有一块工业区，它中央的是采只租不卖的对策。就是加工出口区。是。为什么当时加工出口区会这样做？因为当时看到的就是说，很多人根本不是真的来设厂，是来养地，然后做二房东、大房东。先买起来放再说。对。那所以呢，包括大寮工业区、高雄那边，就是一直出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当时的修法为什么没过？因为这些持有的地主去反抗。那当然，我也承认民进党当时的立委人数不够，没有办法来做。现在这个案子。也是一个机会，对潘县长也是个机会。我们当时他已经有提这个案，好，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好朋友蔡培慧啦，可以县政府就来主动来 push 这个案子，说重新来检视这些工业区，为屏东开出一条活路出来。那么你那些想反商的人，我们就可以严格来筛选，屏东要走哪一种的工业，也不是随便。像6块厝工业区，本来我记得曹县长说要做太阳能的、绿能的，怎么突然间做纽扣的也可以进来哈？结果水利署的一些老长官也跟我讲，怎么变黄昏市场了？这个就是叫做国土规划上的一个定位不够明确。那屏东既然发展的是观光县，你的工业相对就跟它不能太背离，不能长得太奇怪。门口从屏东市进来啊，门口在这儿，门口在88。这条2条路线上，看到眼睛屏东的大武山就是我们的大门。大武山下落一片苍夷，一片臭水、洪水，东港溪的水永远是黑的、脏的，都还不能干净。人家会喜欢来屏东观光吗？是。好，那我们龙泉这旁边，当时曹县长时代有弄个雁南飞计划，我知道有很多青年的农民都回来了，不只是龙泉。万峦、潮州一堆人回来，我们好久没有看到村里面那么多年轻人那么热闹呢。10几年了呢，我很少看到年轻人。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是突然之间他们担心了，
如果工厂设在他们旁边，那他们这次要飞哪？这就是他们的家。投资有机跟或者是那个自然农法蛮贵的呢，蛮贵的。做一个温室很贵啊，黄花花莲我们一起来种地啊，好贵啊。所以呢，在这种实况，我们考虑他们心情，他们都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都在囝在生，哦，都在读小学，所费足贵的啦。所以开发之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圣州，他其实缴税在台北，住在大安区，啊，翘卡连追求在台北，你也太没跟我们承诺说税要交屏东，好，反正呢，啊，然后说他爱乡。是20年来，他税缴在哪里？在中国啊，他要缴给我们吗？我们这在场的人缴税都超过20年以上啊，这些返乡青农也开始在缴税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优先权来保护我们的权益？所以绝对不是说啊，他建房子有权益，他建房子后排出来大便水到我家，我要怎么办？啊，这个比喻要再加延伸一点哈。是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哈。士农工商的均衡发展，农业跟工商业都有一样的生存权。刚刚我们周科仁先生有提到一个，他认为现在这个案子是一个契机哦，哈，对工业地这样子工业区闲置长期以来的问题，可以希望做一点更多的努力，也是对县府的期许。县府这边好像有回应要补充。好，不好意思，我都有几点的补充跟说明哈。第一个，县府一样是赞成农地农用。所以希望可以赶快把现在农地可以申请非农用的这些法令，把这个门给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就业者也就没有门可以走，他也就没有法令可以去申请。现行的法令就在那边，把法令给修了，把它给废掉。中央法令，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已经解释过制度的重要性。第三个，这是一个契机，没有错。县政府也主动了，没有错。所以我告诉各位，这一份就是我们主动去跟立法院那边拜托的时候，赶快去修产创条例，赶快把这一些，如同刚刚周理事所说的，这些工业区闲置工业区的话，业者有可能去养地、圈地、把持的土地，没有错。所以现在赶快的时候，我们已经委请我们的县级的立委，赶快把产创条例给修了。在2年之内，如果我们工业用地没有工业使用的话，他就必须有可以强制的一些作为，不让他养地，不让他绑地，积极的作为，在这边跟您解释一下。谢谢发言人。其实去到乡下界那个水平面吼，大家乡下看向系人白个发展。了系到大家谈到两篇相关单位嘅回应了后呢，一样最后开放时间给我们的乡亲朋友，还有意见要补充表达。我们先开放给还没有发言过的人。这位穿白色上衣的女士，我们县政府有法的法令，但是法会害人啊，人讲会请人，嘛会害人。如果你是用在对的地方，那是有好处；如果你用在不对的地方，是害我们一辈子。是，所以我们希望县政府、我们的农业处积极的把这个圣州的案，用农地农业地方自治条例法就可以把它剔除掉了。是，所以农地农用这个价值已经很明确了。对，好，谢谢。啊，谢谢。您请坐。好，这是地方的好几代老议员他们提出来一个议题哈。刚刚我们屏东大学老师讲哈，其实在学界也很关心这样子一个农地农用这个价值应该被坚持哈。我们知道，这个议题不只是吸引到高雄，从山上哈也把学者吸引下来。我们讲说台湾的黑熊妈妈，她关心台湾的黑熊议题，从山上也被这议题吸引下来。她是不是也来到现场，听听她的声音好吗？黄老师来到现场。好，主持人还有大家好，我是屏科大那个扬言要被告的学者黄美秀。我其实那一天也只是去参加那个说明会，因为我家就住在附近。然后我从事黑熊研究有20年，其实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立场就是认为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你看，以前你听过 PM2.5 吗？没有。然后我小时候是嘉义长大的小孩，都在田里抓泥鳅、抓青蛙，塑造了我日后刻苦耐劳、可以抓熊的能力。没有，我其实只是很感慨。第一个，我认为的厂商竟然在说明会之后打电话来关切，说要告我。我以为我还活在匪区。我必须说，这让我对于这家企业的形象跟品质，我没有办法相信。那第二个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很优质的农村环境来让我长大，我现在看到台湾农村西半部的水没有人敢喝，
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沉痛。虽然龙泉不是我的故乡，但是台湾是我的家，所以我常年在山上奔波。我觉得环境正义其实全民要觉醒。那我们一直听到依法行政，但是我从事保育这么多年，台湾黑熊被列为濒临绝种，从1989年到现在，请问黑熊现在还有没有濒临绝种？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是因为有法多如牛毛，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去落实？你有没有人力？有没有资源？政府到底只是把它当作口号来喊，还是你真的花力气下去做？我觉得只有我有立场可以讲这句话，因为我在第一线为黑熊奋斗20年。我一个乡下的小孩变成一个学者，我当然希望我的小孩能有干净的水可以喝，然后有干净的田可以在里面摸泥鳅。现在泥鳅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讲到这边。我的立场是呼吁，有法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能够站在民众这边，尤其应该支持环境保护。那谢谢。谢谢黑熊妈妈黄老师，还有其他乡亲朋友，我们那个举手的大哥。经济发展开发产业或者增加就业机会，一定会和农业永续发展面临冲突。第一，圣州如果有诚意，它可以开发成为观光工厂；第二，可以让乡亲直接到他们湾丹的工厂去看。那么第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议题两边政府两边都公开举行全民公投。我们不要鸟笼公投，我们从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开始做起。我记得我以前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美国人在西部淘金发生枪战，死了很多人。可是这部电影结束的时候，他打出一个字幕：如果这个世界那是金啊做成的，人民会为一把泥土来作战。这个我做感动的。县政府如果肯倾听民意的声音，如果愿意和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居民为家乡来爱护，避免这个水污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谢谢。你的意见听到了哈。针对一律性的污染，它长期性的累积性，还有这种不可逆，是大家所担心的。最后在发言时间，刚刚举手那位先生。我刚下课，然后就赶过来，因为这片土地是我自己的家乡。我们针对一个广泛的那个思维来看，其实我们应该要站在这片土地上面，那也不应该认为县府会跟人民为敌，但是更希望县府应该站在人民的声音上面，直接就让圣州这一个开发案可以不要进到环评里面去，直接离开农业区而到工业区去设厂。为什么呢？在圣州开发的契约书里面，它第一个部分提到就是这个开发案是对群众有需要的。如果对群众有需要，4月2015年11月份开始跟利用那个土地变更条例27条的时候，为什么整个龙泉地区没有人知道呢？如果这个开发案是对当地的民众是有需要的，为什么4月22号那一天讲到最后面，董事长会 keep 不公啊不，我卖来家设厂好不好？如果这个土地开发案是对民众有需要的，今天客台这么大费周章的帮我们做协调，圣州竟然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大家认为这个开发案是对我们这个地方是有需要的吗？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会站在县府的立场，也希望也相信从曹县长到潘县长都会跟在地的民众站在一起。可是政府的魄力会让这个地方的群众更加愿意相信政府是可以努力带着我们去前进的，而且是有那个魄力能够让这样子一个开发案离开农业区。我最后讲一个部分，各位乡亲，我们如果又想象一个画面10年以后。你要让你的小朋友跟你说龙泉的水真好啉，还是讲阿爸母安道的水拢是青堤，都是红色的，都是污染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业，我们难道还需要它进来吗？是，谢谢。所以黄先生，您的结论是希望说，县政府站在依法行政之上，还要更坚守农地农用的这个价值。是，谢谢你。好，最后时间关系，再开放最后一位这位先生，这位小姐，抱歉，我想表达对县府的期许跟诉求，县府作为主管机关，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
为人民争取最大的权利，而我们当地的人民最大的权益就是坚持农地农用的正当性。是，所以希望县府能够用农业发展条例，甚至相关的条例法规来帮我们做农地农用的把关，而不要用产业创新条例跟都市计划法为圣州开便门。是，那龙泉是水源区，它没有自来水厂，农地跟水源是我们当地居民最大的资产跟命脉。我们引用泉水、地下水。我们用地下水、泉水来灌溉我们的农地，如果这一些都遭受到污染，农地都不农地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居民如何维生，如何生活下去。好，谢谢你一起做。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说完。县府说圣州有申请的权利，我给县府一个建议。县府有驳回的正当性，请县府跟人民站在一起。是，谢谢。透过今天发现农民还有公民不断的怒吼，他们的慷慨陈词，可以反映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脉络底下，农业复苏、农地农用跟农业永续这一块，这个迫切度比往前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更迫切哦。基于这么多的乡亲提出的建议跟期许，还有那么深切的感情，最后的时间，请黄发言人并做回应与结论。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乡亲哈。今天这么多人，也让县政府有可以表达意见、表达我们的说明跟大家报告的时间哈，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我想几个部分我先说，我还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县政府跟大家一样，农地农用，这是县政府的立场，没有错。我先告诉大家。第二个，现行制度赶快可以去修改现行制度，中央法定的制度说赶快修改这个制度。第三个，我县长在应该前天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也有说过，还说资料的时候绝对会公开透明，而且让在地居民来参与。我想这个部分，第四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县政府绝对不会是大家的敌人，县政府绝大多数的同仁都是屏东人，都住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一定会保护这块土地，请大家放心这个部分。第五个，潘孟安县长是大家一票一票支持出来的目前的行政首长，就我目前行政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不会让大家失望。是。告诉大家最后一件事情哈，最后的结果不会让大家失望哈。大家心目中对农地农业永续发展，按用价值改建期吼，也等呢两个事情做啲开发结果。以上呢系出面台会到两个内部两参村该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授权哦，再会。